鐘醫生，我都想了解下啦，因為近年世衛咧就建議大家咧係由打4價疫苗咧轉咗做3價，感覺上好似會少咗啲嘢喎。咁其實點解會有咁嘅建議咧？首先解釋咩叫4價，咩叫3價先啦。4價咧其實就包括咗2種甲型同埋2種乙型流感嘅病毒株入邊，咁就打一支流感針就預防4種啦，4種流感嘅病毒株咁樣樣。咁3價其實佢都係有2種甲型，但係就乙型咧就得返1種嚇。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嘅轉變咧？就係因為其中一種乙型英文叫做 Yamagata 啦，中文叫做山形豬嘅呢一個病毒株，其實喺2000年開始就已經冇喺呢個世界上面再發現到㗎啦嚇。咁所以根據呢個原因咧，咁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咧就建議就其實已經可以將呢個病毒株剔除。咁所以就由今年開始就由呢個4價嘅流感疫苗就改為3價嘅流感疫苗。